美国流行摇滚乐团魔力红今晚1日将在运主场馆举行演唱会，这次将是首度有西洋乐团在世运主场馆演出，预计将涌入近5万乐迷朝圣。下午1点半开始实施交通管制，如果会经过世运主场馆的用路人，要留意交管资讯。魔力红键盘手 PJ Morton 在 IG 贴出高雄饭店贴心准备的迎宾画盘，还有饭店大厅的水晶灯。美国摇滚天团魔力红2月28日抵达高雄，1日将在运主场馆开唱。魔力红 Animal Baby I'm praying on you tonight, hunt you down,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, animals like animals。这回是首度有西洋乐团在高雄市运主场馆演出，可以容纳将近5万人。晚上7点开唱，主办单位 PO 出会场照片，正在如火如荼搭架舞台中。高市府也将进行交通管制，从下午1点到晚上11点半，市运大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。为了避免交通拥塞，左营区军校路等等。4点到晚上11点半也有弹性疏导，另外开放机车停放，纬1路至纬6路段的军校路2侧红线区。魔力红 Sugar, your sugar, yes please, won't you come and put it down on me？ 魔力红已经坐拥3座葛莱美奖，缔造超过6800万张专辑总销售纪录，而且创下多首破亿神曲，是近20年来乐坛拥有多首冠军单曲的人气乐团之一。魔力红 One More Night 4年前来台演出，门票一开卖就秒杀，后来主办单位加场仍然秒杀，人气超夯。这回带着全新巡演，首度在高雄开唱。市长近期出访新马拼观光，让钱都进高雄的同时，魔力红也唱进南台湾，让高雄晚间热闹不间断。